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曹欣。27秒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高雄大树一间汽车保养厂今仔日透早发生大火，火势拖甲真紧阁真凶，造成一个人死亡。为了加强国内医美的服务品质，卫福部已个修正直管办法，加强医师的管理，上紧明年元旦来实施。西班牙爆发非洲猪瘟，咱台湾宣布禁止西班牙的活猪甲猪肉产品进口到国内。来看东南亚地区，包括印尼、泰国甲马来西亚的大水雨，这雨湿了几若天。地书讲，真侪所在做大水来水崩山，也真冒已经超过400人死亡。灾区有咧救援，有咧中计，毋过印尼这个庄仔头路头真远，天气真歹，这交通阁无方便，救援的物资就派送去到灾区。对悬的所在看落去，印尼8所分达北省的村庄拢浸伫黄色的土山内底，灾情是真严重。连日的大水雨引发的大水甲土石流，救援人员真赶紧来争取时间。不过，伊阁对土堆内底挖出更加多罹难者遗体。因若真侪灾区行村的灾民是无家可归，食物真欠缺，连食物件拢有困难。Pihak pemerintah belum ada bantuan tentang mungkin masalah obat-obatan belum ada. Kemudian itu juga kadang-kadang kami kekurangan makanan. 政府救援根本袂赴，当地村长先搭一个简单的公共灶卡，互灾民先会使暂时解决基本的3顿问题。不过也坦白讲，即阵也无得到政府任何的医疗援助。印尼官方所宣布死亡人数已经升悬到303人。政府虽然有派出救援的飞行机，想要到偏乡来救援，不过因为灾区真歹天气甲交通无方便，根本无法度顺利到位。Yang terakhir di Aceh, Sumatera Utara, dan Sumatera Barat. Tentunya kita berdoa agar mereka senantiasa dilindungi oleh Yang Maha Kuasa, diringankan duka dan penderitaan mereka. 那印尼包含马来西亚甲泰国这所在，已经连续1礼拜受到大水雨影响。泰国也总计有162人死亡。虽然水已经渐渐退去，不过灾后重建工作才拄要开始。就连清气的水，伫灾区也真少找无，需要灾民排队去领。除了电力通讯甲登记的路，也有桥拢未完全恢复，救援人员也继续伫找可能的生还者。也毋过官方有估死亡人数也进一步来清悬。记者综合报道。香港洪福湾发生大火，至少夺走128条性命，因当局是宣布降半期3天。这场悲剧是安怎会来发生？警察已经抓11个人，展开调查，要理清事故的详细。香港特首李家超日到透早甲官员参加升旗典礼，了后降半旗过3分钟默哀，哀悼伫大埔洪福湾大火当中的罹难者。全港18区的吊唁的所在也同步开启，互民众签署。一直有民众去灾区献花致意，受到雨大火无情烧死的人，真侪人拢忍袂住流目屎。其中有一個冇咯，就係一個到由開始到而家都係失聯嘅。咁佢哋都去過影過嗰啲屍體嘅相片，但係都未揾到。洪福灣嘅搜救工作伫2月結束，香港災難受害鑑識小組伫日到透早全副武裝進駐災區進行火場甲遺體鑑識工作。咧進行3點30港票徵收工程嘅洪福灣伫2日火災，總共8棟32層嘅關樓，有7棟陷入火海。大火燒40點鐘才拍花。初步調查顯示，導火點伫鳳翔谷雞樓站嘅圍房啊，因為門窗用開道嘅泡棉關粉後玻璃吹氣，加上圍房啊無組成的作用，就安尼火勢真緊，伫室內外向頂懸升起。根據而家我哋初步掌握到嘅資料咧，我哋相信最初起火嘅位置係宏昌閣低層外邊嘅嗰啲嘅圍網，其後咧係由於燃燒咗嗰啲發泡膠板，火勢迅速咧係向上蔓延，伸延到去多個嘅樓層。
香港警方伫日前逮捕3名负责防空管维修工程公司的人员，包含2名董事甲1名工程顾问。廉政公署甲警方各伫指备掠8名涉案的人员，包含工程顾问、骗假分包商甲营造公司主管等，同时查扣大量的工程物件。监府也经成立跨部门专案小组进行深入调查。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也火烧厝的，阁有咱台湾高雄大树遮。大树有一间汽车保养厂，今日透早发生大火，火势是拖甲真紧，阁真凶。也因为这个保养厂是铁厝大，也内底阁囤真济足够导火物件，所以要抢救是真困难。也消防人员伫咧厂内呢，找到头家因老母，毋过人找到的时，这已经无开始啊。也这件事故初步怀疑可能是加速来爆炸引起火灾，毋过详细的原因呢，要过来厘清。大火甲乌烟为铁片厂房厝顶冲出来，高雄大树溪埔路一间汽车保养厂，3日透早2点外发生火警，厝边听到阵阵的爆炸声音，赶紧报警。爆炸声很大声被吵醒。啊，我昨下讲，哪有像迄人咧偷看车，去来看，他发现隔壁拢在烧起来。铁门击开了后，内底已经全部烧起来，消防人员布好水线，全力拍火。不过因为厂房内底真侪汽车材料、机油、车链才会开多物件，互火势加快，而且拖甲真紧。急站呢更紧落地板，因为关分软化变形，也增加抢救的难度。铁皮的这个楼地板整个都是烧穿哈，所以阻断了它的这个阻断了我们登梯上去的这个路线，没有办法上去。火势一直到1点钟了后才控制拍火，消防人员伫2楼后边急站的房间内底，找到受困的50多岁细粒的份人，遗憾的是已经明显死亡。伊是保养厂头家妈妈，为故工厂才住伫厂房内底。还要鉴定，初步鉴定应该是瓦斯气爆，厨房也是爆破出去的。3日透早登到现场，厂房内外烧甲如苍苍。家属表示，厂房平常时无组织，无确定为什么起爆。消防火调区人员也继续调查现场，要了解导火原因。记者综合报道。也台中遮有一个骑奥多摆违规，警察甲伊查落来调查，发现讲伊无继续保奥多摆的强制险，也车牌呢已经互注销，毋过即个骑奥多摆毋知影，所以呢伊是继续甲即个已经注销车牌奥多摆骑去路的，也即个违法，警察依法是甲伊罚3万啦，也佮爱给即个监理机关罚1500至3000条。台中警方伫路的顺路发现45岁姓陈的查甫人骑车对北屯区单平路到外永德路翻过双黄线骑反向，警察一个查车牌发现，记者车牌已经互注销了。车注吗？系啊。你注销牌呢？牌叫人注销，你唔知啊？我唔知诶。姓陈的查甫人无啥讲伊毋知，经过警察提醒，才知影讲无续保机车强制险。问其他民众讲，大部分拢是受到这个缴费通知去缴钱，平常时袂注意。若袂记的是希望主管机关主动通知。买机车的时候，看有没有用信箱啊，还是什么其他的联络方式，让机车的人知道说，要去缴费这件事情。提示跟叮咛足够多，然后可以被民众看到、收到的情况下，就合理。对。警方讲，车主依法必须要投保机车强制险，除了监理机关会使处1500到3000块的罚款以外，车若是注销牌照，行出去互起报，会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12条罚36000块。车主务必留意强制险期限，逾期未续保，除将受主管机关裁罚外，连续6个月未投保，更可能被注销车牌。民众如不确定投保情况，可向监理机关查询，以免因疏忽遭开罚。警方提醒，超过6个月无投保机车强制险，公路监理机关就会注销牌照，民众会使向公路局来查询。也若死陈的查甫人甲保险费缴完了后，就使领回牌照使用。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医学美容这个乱象真多，甚至有因为做医美来无命的哦。也为着要加强服务的品质，卫福部有预告修正医美的滴管办法，要来管理医美的医生。也这条呢，上紧明年元旦会来实施。不过这几档哦，有袂少人呢是介意去海外旅游去兼做医美。美容外科医学会的警告啊，讲海外医美呢有可能因为这个手术进程沟通无好势，也有讲手术后这个照护有缺失，医生的能力呢无一定这因素来增加做医美感染的风险。
这几年结合海外旅游甲移民的移民旅游行程正流行，因为移民聊天介绍比台湾较少吸引真侪爱水的人。不过之前有一个台湾网红到海外移民诊所贴片啊，想要到测出了后发现感染，在当地胃袂通，佮求助无门，回国了后赶紧就医，才避免片啊变形。鼻子开始有变黑，然后皮肤开始破皮的现象，它就是感染了，然后可能有点血管产生栓塞的问题啊，所以后来就必须要做一些紧急的处置。根据形体美容外科医学会调查发现，这几年民众海外移民纠纷增加真多，大部分是因为手术进前沟通不好，术后照护缺失，甲医师品质不好这因素。事实上，国内移民乱象也真多，为强化国内移民医疗服务品质，卫福部进前预告修正移民提管办法，比如2019年了无提到专科医师资格，特别医师爱完成2年。毕业了，一般医学训练，简单叫做 PTY 这样执行医疗业务。让没有经过这样子的圈里的回到正轨上面接受这样的训练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是说，才不会勿忘初衷，在执行医疗的目的的时候，其实我们并不是只是为了赚钱。在紧急后送系统方面，我们结合了医学中心的资源。有皮肤科、眼科、影像学科、整形外科，我们成立一个急救小组。那这个急救小组就可以帮我们抢救时间与生命。卫福部强调，顶礼拜已经邀请40个医界团体讨论，对强化移民管理拢有重视，也无希望美容医学出现污名化问题。另外，针对高风险医学美容手术的诊所，逐日变监，医界看法无同。12月初3会个开会期来讨论，希望新制营地明年元旦正式开始。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国造厂水南海群河到岛已经做5摆的浮航测试，今嘛却传出讲前5摆出海是拢无挂船艇，安全得去互质疑啊。来船证实讲哦，进前船艇这个机械呢，当咧原厂调整，也这个海群河呢，逐摆落海来测试拢有经过完整的评估，所以无安全的顾虑。嘛强调讲哦，后回这个落海测试的时，就会甲船艇装起来。都有专家分析讲哦，船艇是有一定的重量哦，进前这个浮航的测试无挂船艇数据恐惊就无够正确，所以台船就要出来说明测试的进度。花美团内民众的加油声，国造占南海群河27甲28连续2架海测，到即已经进行5摆浮航测试，而且减航测试是愈来愈瓦近。不过，传出因为艇机故障，前5摆出海拢无船艇，防质疑有安全的疑虑。台船讲，进前艇机正伫由原手来调校，不过每一摆海试拢经过完整评估，无安全的顾虑。海军军舰它每次的海上测试都是经过整个专案团队跟所有的技协逐一评估所有的安全项目之后，符合我们的安全条件，我们就会进行测试。那目前整个锚机也已经经过原厂的一个调教，已经被变，所以我们未来回装之后，以后都测试都是完整的。台船讲，艇机是多站被完选项之一，下一摆海试艇机就会装到点出海。海军司令部是讲，拢伫符合航行安全条件了后安排海试，船长有盘好甲警戒兵力共同一平，无安全的顾虑。专家分析，有船艇有一定重量，进前浮航测试无炸船艇，相关测试这数据恐惊是无够精准。那你在做浮航测试的时候，你一定会考虑到压力、重量、浮力嘛。你这次呢不带船锚出去，那所测出来的数据那就少了一块嘛。台船就开诚布公的说，那我还需要几次的完成测试之后呢，我才能进行潜航测试。国军继续强化防卫的量能，验过强军侵了台湾，依然是无停止。国防部29到30查到27架次强机，11架强舰，3架公务船伫台海周边活动，其中25架次强机超越海峡中线。国军运用任务机舰甲华地飞弹系统严密地监控处理。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若北东团要推动无在籍投票这个专法，强调讲哦，这是国际的趋势。不过，民进党团的认为讲无在籍投票这个呢，可能有互中国渗透愈严重的疑虑，所以讲呢，要来提案反制，主张讲转票迄天，甲转票的前一天，拢爱放假来确保讲民众会当转去到户籍地来转票。因欢迎国民党、民众党团进行主导通过公投法修法，确定开放公投不再算了后，即马南北党团也推动无在籍投票专法，民间投票款钱用移转投票，或者是到指定场所来投票。
我希望民进党好好的看一看世界各国，国内移转投票早就成为常态了，不要把国内移转投票视为洪水猛兽，可能因为学业，可能因为工作没有办法出来投票，要阻碍年轻人投票。不过，民进党团认为这有外销个人资料增加宣布困难，加助长中国渗透记录，都提出强化民主投票，促进法草案反制。主张投票自家政治制拢系放假，而且各级政府机关应该提供必要的交通补助，包含加开大众运输工具帮助等。同时规范国家考试明伫投票日甲政治日举行，希望互民众得到更加充足的投票资讯，各等于户籍地投票。不在籍投票会不会增加？大选的变数会不会便于境外势力的介选干预、选务、选票移动的这些种种的纠纷争议，有没有思考过？我们才是认为这些才是要共同来讨论的。不管是蓝也好、白也好，都会针对不在籍投票的各个版本再做细致的讨论跟整合。那民进党有不同的思路，用不同的方式，看看有没有办法刺激投票率。这个我们当然敬表尊重。目前条被草案拢交付委员会审查，内政部表示，无在籍投票关键是伫社会信任度，指出台湾社会对无在籍投票也无共识。中选会无正面回应，甲你强调，选务改进措施会参考各界意见，会伫赴选务作业可行性前提之下积极办理。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明仔载就是12月初1，也交通这方面有新的措施提供互你做参考。交通部宣布，对明仔载开始的 T-Pass 2.0搁再升级，民众坐国道客运、坐中长途的会当如何摕到优惠？也为着要载愈侪人要来提升这个能量，代替对12月23开始，会有111个出火车来调整行车的时间。台北火车站假日人真多，有外国游客也回乡车佚佗的民众。也若坐台铁通勤的乘客要特别注意对12月23开始，台铁要大改点，这摆改点总计有111列次的列车会小可调整行车的时间，其中有15列次变动会超过5分钟。因为早上要上班嘛，改点要注意看。改点最主要的是根据我们的人的需求来提高我们的运能。那我们是希望用比较大的编组，3千型的编组嘛，来疏运旅客，可以吸收更多的通勤及去花莲的游玩的旅客。除了台铁以外，交通部宣布对12月初开始 T-Pass 2.0搁再升级，民众每个月坐91条中长途国道客运路线，包含西部70公里以上，也有东部国道客运路线，2摆就会使送15%坐车金额，也若是坐4摆就会使送30%。鼓励大家不要再开车吧，对吧？不然国道越来越塞。另外，台湾今年四季受到无同天气系统的影响，尤其是秋冬的期间，东北季风真多，有一寡所在风真透。为了要让民众接收资讯更加清楚，12月起气象署陆上强风特报向陈登号正式就线。黄灯代表平均风级6级以上，阵风8级以上；柑仔色灯号代表9级以上，阵风11级以上。若是到红灯，大部分拢代表是风太侵袭，也是登陆的时间，天气危险，爱伫室内避难。为了要提醒大家不同的风级可能造成的危害，我们也把强风特报做了灯号的分级。我们除了提供县市的资讯之外，我们还会提供每个县市各个乡镇的灯号资讯。12月这项交通新的做法实施，拢甲民众生活甲安全真有关系。无论是通勤族、长途的乘客，也是关心天气变化民众，拢会使好好利用官方平台来查询资讯，互行程更加顺利。记者综合报道。来讲，西班牙是欧盟生产猪肉生产上济国家，煞搁爆发非洲猪瘟。因的农业部长表示，讲会赶紧来处理所有的病例甲经济损失，降到上低。也咱台湾嘛宣布会禁止西班牙的活猪甲猪肉产品进口到国内。传统的西班牙火腿风大概半年到1年，最后熟成时间可能要2到3年以上。上顶级的是伊比利火腿，西班牙是欧盟上大猪肉生产国，差不多占1/4。昨天是被证实搁一摆爆发非洲猪瘟疫情。欧洲国家英国今年到目前为止，都为西班牙进口37600吨的猪肉，价值超过1.12亿欧元，差不多代表40亿，比去年进口价格9.5%。昨天是被宣布暂停为西班牙部分地区进口猪肉。西班牙农业部长普拉纳斯表示，政府的努力将所造成的经济影响降到上低。
De los 400 certificados de exportación para productos de porcino a 104 países, un tercio se encuentra bloqueado en estos momentos. 西班牙顶一摆爆发非洲地，这是伫1994年这摆疫情发生伫巴塞隆纳，占全国市场的7%。另外，西班牙农业部其他官员也伫29记者会表示，西班牙东部疫情已经受到控制。La prioridad desde el punto de vista sanitario en estos momentos está centrada en ese perímetro, en esa cápsula de esos 20 kilómetros, donde debemos concentrar todos los esfuerzos para tratar de erradicar, de limpiar todos los posibles casos que pudiera haber en esa zona y evitar su propagación. 西班牙为扩大伫全球的猪肉产业市占落到了后面，也希望中国沿进口。即卖疫情爆发，中国已经暂停为受影响地区的12间加工厂进口猪肉。伫台湾，非洲地这中央在海印面中心是表示，即卖开始禁止西班牙换猪甲猪肉产品输入台湾，那违规会退运或者是销毁。公司新闻新闻报道。台北市立天文馆发布天象的预测，讲12月初8会是观察水星上好的时机，也这是今年上尾一摆的机会，咱观众朋友会当来把握。另外，上主座流星群伫咧12月14会当看到上济上稳定的流星，10点钟大约会当欣赏到100粒。今年最后一摆水星西大区，有估伫12月初8透早5点外，到时阵水星会伫日头的西边，伫日出进前是观察上好的时机。其视野开阔，东边无遮的所在，目睭就能看到。所以伫12月14，上主座流星雨到极大期，月相都是暂归，观赏的条件上好。那当天流星雨的辐射点在双子座，那会在晚间6点半之后从东方升起，那一直到隔天的凌晨1点月亮升起之前，其实都是观赏的好时机哦。天文馆指出，上主座流星雨流星速度中等偏慢，光度中度偏光，有时会出现较光的灰流星。今年上好天文台关注的天象之一，山埃阿特拉斯彗星上接近地球的日子，离差不多2倍地质区，未对地球造成威胁，因透过天文摄影的方式找出伊的影子。另外，12月1日则是冬至，不过这礼拜开始已经进入今年上早的一周期。在冬至的时候，虽然是一天白天最短的时间，日落最早是在冬至前，那日出最晚是在冬至后。天文馆分析受地球运行的两大特性，中国运行的公转轨道甲地质倾斜加共同作用。台湾上早一度出现在11月底到12月初，这是最近天乌特别早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女儿节办到今嘛已经办24档，也今年是以家庭的家来做主题，佮结合农村再生这个成果展，呈现各乡镇伫咧农村生态保育甲文化艺术的成果，希望会当替农村找到发展的机会。社区的长辈替活动展现辛苦练习的成果，嘉义女儿节配合农村再生的成果展。透过活动甲展览，唔但互民众会当看到农村的改变，嘛替各乡镇的农村社区增加互相交流甲合作的机会。以安尼区域共好的概念吼，互咱的德家地区，甚至是嘉义地区，遮尔侪社区拢敢若大家庭安尼连结做伙。为着要伫这一年一届的活动展现农村社区的活力，德家乡的西雅村用办喜事的方式总动员，在地村民唔但提供资源来协助，甚至阁有伫外县市的少年人专工回来，要替故乡的改变来斗相共。因就是算讲看到咱旧年安尼办到遮成功，办到遮热闹吼，啊因的时代嘛参与咱的活动，参与甲真欢喜。啊，所以因今年嘛拢为外地特别请假排时间回来，拢来做咱的志工。这里办得很不错，所以这些长辈还是曾阿头的阿伯、阿公、阿嬷才愿意来帮忙。对，我无请足侪志工的，全部拢是阮曾阿头的。所以我看就感动的，我家己本身嘛，感觉参加这个活动很有意义。嘉义县政府表示，农村再生的成果配合特色的节庆活动，除了传承农村的文化，嘛为产业创新甲在地民众的社区参与当中，替农村的发展找到新的目标，嘛希望城国较侪少年人甲资源投入农村再生的工作。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观众朋友，咱来看下半晡的天气。北部地区21度至28度。
中部地区21度至27度。南部地区22度至28度。东部这边23度至27度。外岛地区18度至2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下晡新闻，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再会。